一個唔係好有運氣嘅人嚟嘅，但係有一樣，我咧凡係努力過嘅嘢，我一定有成果嘅。我唔識打字嘅，就係包括英文我都係用手寫嘅。直到嗰個小型電腦出現嘅時候咧，我然後先學識喺電腦度打字。我就好保守嘅，可以話就好堅持一啲傳統嘅做法和價值。但一方面咧，我又好追潮流嘅。嗰啲潮流可能係唔係我擅長嘅，但只要係工作需要、公司需要、社會發展需要，我哋毫不猶豫我就會去做噶啦。我周時識寫文章嘅，我覺得嗰個速成咧，寫嘅速度同我思考嘅速度咧啱啱配合嘅。當然商務信書館係出字典嘅，所以咧我哋覺得字典數據庫化咧同埋電子化係勢所必然嘅。咁當時有快譯通咁簡單咁流行，就可以見到個趨勢㗎啦。浪文字典、牛津字典，咁大概我就揾佢哋資料，了解字典開發嘅數據庫係點嘅，個 database 係點嘅。當時商務做出嘅 database， 漢語嘅 database 咧係應該全世界最先進。當時開發電子出版數碼化嘅時候咧，係有包括Intel啊呢大嘅電腦公司，包括牛津出版社總公司咧係嚟到香港商務參觀嘅，睇下我哋點解會做成功。商務當時嘅大家可能唔知道，中國嘅電影第一套拍電影嘅就係商務印書館，第一套嘅電影就係梅蘭芳主演嘅《天女散花》。真係唔係潑你冷水啊！你字都唔識打，去搞電子書，到底真係搞得成呢隻 CDI 300蚊一張，有冇人買先？回到本㗎。計我話，我哋做咗咁多年傳統出版，而家搞咩電子化睇書，咁唔通我哋全部走去轉行做電腦人啊？我唔識做機器，我淨識做教育。我唔識打字，亦都唔識 IT。但係我知教育係會變，所以我哋都要變。我哋而家係做出版社，唔係做印刷。我哋係要傳播文化、傳播知識。相信我。90年代初，陳萬雄博士已經堅持推動電子出版，先後畢業於中大、港大，並赴日本深造。後來出任商務印書館總經理兼總編輯，積極推動出版數位化。多年嚟，佢始終堅持一個信念：平台會不斷改變，但內容嘅品質同使命永遠不變。初初咧，我哋知道有 CD-ROM 呢件事咧，日本嘅 Sony 公司同埋荷蘭嘅飛利浦合作嘅，咁佢就揾亞洲尋求啲合作者。當時我哋出咗故宮3本就畫冊咧，佢哋睇中咗，就勸我哋同佢合作開發成一個 CDI。康城嘅書展裏邊咧，電影嘅頒獎禮裏邊咧，就宣布咧優秀獎 CD-ROM 係中國嘅，咁我哋知道以為中國，我哋唔覺得當時中國內地有邊間做呢啲嘢㗎，我就中國嘅香港咁我就原來就係我哋攞到亞洲第一個攞到國際獎。我諗如果話中國而家個 AI、IT 發展得咁快咧，最少喺出版上，我係起咗個帶頭作用嘅。進入上世紀90年代咧，全世界嘅銷售模式咧，或者發行嘅模式咧，所有產品都改變嘅，就用咗 ERP。ERP 係整合性管理軟體，將財務、採購、生產、供應鏈
及銷售等多個部門嘅流程同即時數據集中管理，幫助企業作出決策。ERP 其實好簡單，就喺度銷售發行系統。開發商裏邊咧，名氣最大嘅就係德國嘅 SAP。我哋點解要用 SAP 唔用普通嘅 ERP 咧？全世界嘅零售產品咧，包括你大百貨公司，我諗有1萬種嘅產品已經多到不得了。一間書店可以有6、7萬個書種嘅。我哋當時已經打算咧就開網上書店。如果冇一套非常之完整、最先進嘅系統咧，冇辦法做到嗰個網上書店，更冇辦法做到40間書店、連鎖書店統一運用嘅零售系統嘅。我認為雖然電子出版係一個革命性嘅運動，但係到底佢個閱讀嘅平台、閱讀嘅手段變，但人對閱讀嘅追求、人對知識嘅追求係冇變嘅。中國近代嘅過程裏邊咧，日本同中國係走咗2條好唔同嘅改革嘅路。我就好有興趣實地去了解日本，同埋體驗日本嘅社會，去比較中國嘅發展。我去到邊度，佢哋知道我香港嚟，就鬧我講英文，我又唔講，即係用呢種方法逼自己去短時間去學好日文。當時日本嘅公共交通裏邊，70%人唔係睇書就係睇報紙、睇雜誌。家庭嘅開支咧，1/5係買書嘅。呢啲對我嚟講係一種觀察所得啦，同埋最後從事出版有我嘅創意，係吸收呢啲知識有關嘅。其實教育唔係淨係考試嘅，係咪？教育其實係一個全人嘅教育嚟嘅。而家香港學生咧，中文咧最怕就作文。作文除咗佢語文水平高低影響之外，其實作文係為你對周圍嘅事物係有認識。你冇嘢寫啊嘛，日頭就翻學，夜晚翻嚟分晒，宇宙人生又唔識，整個世界又唔知道，佢旅行只係去玩下啫嘛。所以佢其實嗰個佢內心嘅智慧，佢認識好薄弱，所以個作文困難咯，冇嘢寫啊嘛。作文唔係淨係一個語文程度高低嘅問題，係同你嘅本身有冇料、有冇認識係有關嘅。分數主導一切，喺呢個制度之下，年青人會出咩問題呢？呢輩嘅學生，200年嚟嘅中國人最幸福嘅一代，未遭遇過戰爭，未走過難。我哋嗰部人，我好坦白講，絕大部分人都知道人生好艱難，所以你要克服艱難，有機會有前途，必須好努力，好有意志力。所以教育其中一個原因，你培養細路嘅意志力。我好細個已經知嘅，我唔會為自己去死嘅，好簡單。我嘅家人，我媽媽、爸爸好痛苦。你會思考呢啲問題嘅，嗰啲生命唔係你嘅，個生命係你父母嘅，俾你嘅。呢個生命屬於家庭嘅一部分嘅，屬於個社會嘅，屬於國家民族嘅。你咁嘅時候咧，你就會覺得生命好珍惜嘅。喺大陸，我哋成日批評，而家個細路長大唔使嘅，阿婆阿嫲可能留咗2套房，阿公阿爺留2套房，阿爸阿嫲。阿爸阿媽可能留1套房，佢一出生已經5、6套房喺度，佢使唔使做？父母用半生積蓄搭起一道屋檐，檐下係下一代嘅安穩，檐外係一道風雨。講起個遺憾，我真係遺憾。其實我喺做嘢嘅過程裏邊咧，我就好少理到家庭嘅嘢，一切都推俾我太太嘅，所以。只係我諗星期日陪佢飲餐茶嘅啫，咁啊夜晚更加唔好啦，你各種嘅應酬工作，每晚都11點翻嚟，佢哋已經瞓咗覺啦，因為佢哋讀書教書係咪？咁我呢度係後來我又係有啲遺憾，係有啲遺憾。冇點會嬲佢啫？唔會嚇，又唔係話完全冇理我哋嘅。咁逢親禮拜日啊，實帶我哋去商務嘅，去巡書店啊。
咁巡完書店就去食飯啊咁樣咧。每一年一定去旅行咯，尤其暑假或者 Christmas 都會帶我哋去旅行咯。咁所以都唔係話完全冇理我哋嘅，不係有時咯，家長會咯，佢就即係由幼稚園到中六可以咁講，係我一個人負責晒嘅。佢即係要做一樣嘢，真係成功嘅，唔係講笑嘅嚇。佢又有大志啦，又有眼光啦，即係佢有時睇嘢好準嘅，真係。即係無論喺出版方面啊、教育方面啊、中國方面啊，甚至乎而家嘅中美關係都係佢睇得好準嘅。呢個老闆真係冇得頂。我記得當時我喺商務印書館，咁我就做緊一個即係書店嘅會計啦，應該唔講。跟住佢就調我去一間店做店長。跟住過一段時間咧，我哋就開咗一間好大嘅旗艦店。咁佢咧就走嚟同我講，佢話：我要調你去嗰度做店長。哇！嚇到我死，我就即刻好驚。跟住咧，第二朝8點半就走去寫字樓。咁啊話俾佢聽，如果我係大學生，我一定會幫你承擔呢個工作。但係我唔係。跟住佢就講咗一句，到今時今日我都受用嘅就係，佢話我要嘅係能力，我唔係要學歷。咁而你嘅能力咧，令我睇得到，你放心去做，做得好係你嘅，做得唔好係我嘅。由日本嘅文化啟發，到香港嘅大型畫冊，再到90年代推動電子出版，陳萬雄博士始終堅持一個信念：平台會隨時代轉變，但內容嘅品質同文化嘅使命永遠不變。教育係民族嘅根本，呢一份堅持正係佢一生最重要嘅成就同遺產。小滿，物至於此，小得盈滿。擁有謙卑境界嘅人，先能夠喺時代嘅轉變當中推動更新。